来继续来看大罢免，民进党这边大部分拢已经进入到收件的尾声，国民党嘛开始动作，早起罢免掉吴思瑶甲吴派一个团体，到中选会领票，选举第二阶段正式开始。同时整合到在地议员做伙来出力，民进党嘛调整战略，派出掉大量的党工强化陆战。我们可以送给赖清德一份大礼，就是罢免吴思瑶2阶段的联署书达到35000份。标准大总统52091周年，南军准备去行第2阶段联署罢免，战略关键就是在地议员。人多的地方设摊啦。然后呢，也请朋友们到我们的服务处呢来进行这个联署，甚至呢，如果需要邮寄甚至收件，我们都可以去到府服务哦。整合在地议员利用这政策，罢免团体买含市党部调开志工训练营队，同时买分工收件目标，动员人力强的市党部目标2万份，青年南军家己是负责1万份，互相小办判出球，不过过去嘛捌传出党中央拢无落主权。那2阶段呢，它就是一个团体战，只要是国民党都有帮忙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不用再讨论了。结果第1阶段收集死亡连续状况，第2阶段要更加谨慎。他们来签联署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要求先看一下身份证。我们相信，在第2阶段联署一定会更加圆满。只是南军嘛烦恼，党中央推行的公投，恐惊根本就无法度顺利罢免，有心理准备脱离处理，即马佮拄着关税难题。公投或者是说这个罢免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，目前来说，我们都觉得不是讨论的一个很大的重点。先争取我们对于这次困境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，让人民看到。利亚政策过去罢免团体员工，党中央宣讲成后，就亲像有听到声，无看到影。即马立亚决定全面抗战、全陆战，大量派出党工人力，亲入选区，全力叫大家来联署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